能动了吗？谢谢令狐师兄。穿衣服，赶紧走。好。小心！你受伤了。我缠着他，你快走！逞口舌之力的小子，受死吧你！华山剑法，不论华山、衡山，都是你这淫贼的死对头。就算是华山派掌门岳老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令狐师兄，我来帮你。啊，原来你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。不用管我，快去衡山城找人。大笨蛋，快走！你在这儿，我使不出华山派最精妙的剑法，杀了这个淫贼。小尼姑还未与我就地成亲，舍不得走。大笨蛋，快滚啊！令狐师兄，你坚持住，我去找师傅来帮你。你叫声爷爷，我就不杀你。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敬你是条汉子，给你留条活路。你以为衡山城就能吓住老子吗？我偏偏要在这儿将小尼姑就地正法。卖菜嘞！卖菜！卖菜！小美人儿，你可是让我找的好幸运。你把令狐师兄怎样了？令狐啊，当然是手起刀落。你，走吧。你居然能够自己冲破穴道，有点能耐。四怪的内力不受刺激，应该不会作乱。你若与他人动手，切记真气一定要绕开他们。你
说你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尼姑，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好汉子！田兄好刀法。来，来，敬田兄煽动不杀之恩。哎，不过啊，我有一事不明。你说，你明明知道武功不如我，为何在山洞时，你不等我与小尼姑洞房花烛之时，再进来朝我的背后刺上那么一剑呢？那衡山畔的师妹不是便宜你了。再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背后偷袭这种事儿，我令狐冲干不出来。令狐兄果然光明磊落，田某我叫你这个朋友，来。哎，田大有我阅女无数，今日是首次动情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，告辞了。哎，非逼我动手是不是？令狐兄弟，我敬重你是你的豪气胆识，可真不是你的功夫。站着打，我打不过你；这坐着打，你不如我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小时候腿上得过寒疾，有那么2年是坐着练刀的。你不如我的。2年，你才练了2年，我整整练了18年。啊？哎，华山竟有如此精妙的剑法，田某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哎，非也非也，就是我呀，每天早上练功之前，在茅厕里蹲着，好多苍蝇飞来飞去，我就拿剑戳它，不知不觉，自悟了一套剑法出来。好你个令狐冲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把我比作那茅厕里的苍蝇。好，那我便领教领教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塞北名佛穆高峰，是你什么人？穆大侠，是我长辈，你还不赶紧放了我！吴越剑派跟穆陀的素无瓜葛，他人呢？他老人家多半又去行侠仗义去了。穆陀的人品低下，不顾信义，为江湖之人所不齿。你倒会替他吹牛皮呀？啊！偏门道长，总在背后嚼舌根，就不怕闪了舌头？哼！穆陀子，你那邪道中人，难道还要贫道夸你不成？乖孙子，这马屁拍的爷爷很受用啊！吴高峰，你果然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晚辈都不放过。好说好说，说不放赔了。喏，刀剑无眼，伤了和气。哎呀，你个滑头小子啊，是怕打不过我，故意找的这根木棍吧？哼，行，索性我也没有心想要取你性命，啊，就依你。哎，慢着，柚子，不是，咱俩这是比武，
比武就得有规矩。这样，咱俩谁屁股先离开凳子，谁就输。好，行，全都依你，行了吧？哎，等，又怎么了？输了的怎么办啊？输了我就拜你为师，行了吧？你拜我干嘛呀？要拜你得拜他。哎，但是不能有无礼的举动啊。行，都依你，行了吧？嗯。令狐兄弟，不行，咱俩今天就算打个平手，收手吧。放手。哎，你个小滑头，险些上你的当了。令狐兄弟，你输了。什么？我说你输了。你输了。哎，我说，你如此狼狈样，为何说是我输了？咱俩今天怎么说的呀？谁的屁股先离开椅子，谁就……你令狐师兄，依林小师傅，恭喜你收了位高徒啊！啊，拜师啊！想来账啊？拜就拜。师傅，受徒儿一拜。言而有信，是条汉子。你这朋友我令狐冲交定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刀。什么？刀？今日真是晦气，改日到华山找你喝酒去。